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天气遮尔冷，愿上帝有用光、用温暖照伫你的心，互咱斗阵来看见伊的阳光。来，咱来三甲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吼，小可行过一下。好，来，咱三甲。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有用油抹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棒，受关的出监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释安悲哀的人，互伊花冠代替恢复，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作公义的树，上主栽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今日伫咱的中间是一个比我较少年淡薄啊，但是比我安尼活力继续充沛的少年家。谢老师伊写歌差不多超过3000首吧。我去中国的时，我看见伊真侪诗歌。中国的迄个地下教会有出一本1000多首的圣诗，伊的歌拢互偷用伫遐，这拢毋免版权的。咱台湾一寡出名的歌，拢互人用伫遐，因都全世拢逐所在去收，变做因的圣诗。咱即马全世界有真侪出名的歌，拢差不多简字化，所以有当时你上网要找一首真熟的歌，结果找到拢是简单字的，拢是中国的，这是真麻烦。因为盗版拢毋免负责任。不过为着荣耀上帝，咱嘛出去讲家咧就对啦。所以谢老师伊是音乐造诣真好，写真侪真水的歌，包括咱等下要吟的一首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咱干那来用祈祷来吟这首诗，好无？519首，然后咱就要将时间交一去为这个土地来。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转对变旧，为这个城市，愿谦卑恳求，愿主赐我命，互我不着地球，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先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你归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旨意的正，愿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逐摆伫咧吟这首诗的时，真清楚，迄是为着台湾这个土地、这个岛屿、这个人民伫咧祈祷。逐摆伫咧吟这首诗的时，我拢伫真注意讲即个歌词有去用偷改去啊无？
毋知作者谢老师你有感觉？即个歌词有当时也去互改，改迄个阮咱改甲乱七八糟。迄个阮甲咱有当时弄了无西怎甲上帝变做人这边，甲人变做上帝迄边。即首歌有当时所以有当时咱伫咧用一首歌的时，包括恁上网伫咧查咱圣诗的一寡遐，咱圣诗的一寡遐词，原来去互一有好心要甲圣诗送王的人，拢迄个歌词佫共改了无比原来较好。我拢这样实在是有当时假熬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咱爱真倒转来真谦卑，包括我毋望咱教会当去买2份伴奏的谱，这安尼袂使，咱教会佫有2本伴奏的谱真大本，迄个伴奏有新圣诗伴奏的迄个袂有吼。对，所以若伴奏的人尽量拢用迄本伫咧伴奏。迄个伴奏，因为新圣诗真考究，真侪博士、真侪音乐家伫遐咧考究这个圣诗，所以迄有伊一定的一个莫乱改吼。好，咱过来吟一摆，然后咱要来准备心，为即个土地来，因为台湾伫即个变动的中间，咱真正恳求上帝保守咱。为这个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传对遍照，为这个城市，愿谦卑恳求，愿主使我命，互阮过着地球，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先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的正，愿毋茫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咱上到来祈祷，这个土地是天父你的创造，这个土地顶面的百姓是天父上帝你所疼痛。地在摇动，山有当时发我吼，甚至车落海中，总是天父上帝，愿你的手还佫继续伫咧固守。伫遮有哀哭的声，伫遮嘛充满毋望的百姓对公义的上帝慈悲怜悯，恳求你的疼痛，然后愿你的神固守。伫哀伤的花莲，伫遐看见全台湾侪侪人的怜悯、陪伴、救助，互家属会当得到安然。台湾人上水的就是疼，愿遮所有的百姓真正会当对上帝领受一份彼此相疼、相关怀的心怀。阮今仔日伫遮伫礼拜。总是阮的心甲全世界的基督徒相甲连结，因为阮拢是伫咧听候上帝国临到伫阮的中间的百姓。今仔日的聚会，对头到尾，愿你互讲师、谢老师甲所有伫咧侍奉的人，阮的心、阮的意志，充满对上帝荣光的渴慕，以及愿阮的手所做的，会当利益你的百姓。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免。OK， 咱开始来敬拜。
好，兄做平安，即时请三角欢喜来敬拜主。天要稳定真正大，日日在传，无论风烟也变晴，伊拢会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有存。在会简单变正欢喜，烦恼袂好去。伊着甲因带，互人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落开声吟诗，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天要稳定真正大，日日的因带，无论风烟也变晴，伊拢会做伴。咱着相念伊的恩，日日有存，好在会简单变正欢喜，烦恼袂好去。伊着甲因带，互人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落开声吟诗，好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圣神，请你来。相信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愿望来亲近你，搁较明白你，相信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相信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愿望来亲近你，搁较明白你，相信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我听你主爱你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求主，我呼求圣洁，圣洁，
即块土地，阮诚心祈祷。为即个土地，阮诚心祈祷。阮主的真理，若讲全地遍照。为即个城市，我谦卑憔悴。阮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阮全能阿爸天父，阮你五工日，阮所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阮全能阿爸天父，阮你五工日，阮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为即个土地，我诚心祈祷。阮主的真理，若讲全地遍照。为即个城市，我谦卑憔悴。阮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阮全能阿爸天父，阮你五工日，阮所向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阮全能阿爸天父，阮你五工日，阮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阮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这时，请咱三甲起立。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这时，请咱这时有缘徛伫来纪念。主耶稣基督所教是咱的新的诫命，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全能永远的上帝，你是阮永远的光，永远的听。我们用谦卑的心来求问你，感谢你，因为你无挂念阮的软弱，反倒当用仁来款待阮。用平安看顾阮，互阮逐人受到你的保护，会当安稳徛在。虽然阮逐工的生活中间有侪试探，有侪苦难，有侪的忧闷，总是阮知你是要用笑面帮助阮的上帝。恳求你将阮放伫你的膝下，
用平安带领阮经过一切坎坷歹行的路，互我会当倚靠你得到光强。主啊，伫阮的土地，无论是有感受到，也是无感受到，即个土地在摇动，有厝倒去，有人的家庭受到迫害，因的财产损失，甚至有人的性命死讯。愿知你掌管这一切，虽然阮袂会明白你的旨意，总是阮犹原深信你的旨意赢过人的旨意，你的念头赢过人的念头。愿知你是慈悲怜悯阮的上帝，恳求你接纳遐失丧的灵魂，安慰忧伤的心灵，也互毁坏的建筑物会当紧紧重新来起造，互受到灾害这灾民，因会当紧紧有一个属于因家己的厝体，伫遐重新搁再开始。感谢天父，你将你的独生圣子主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伫所行每一项事、所讲的每一句话，若是真做阮的帮赞，也拢真做是阮的模范。伫即个价值观念多元变化的时代，恳求你帮助阮，会当持守你爱阮遵守的真理，也行出你所欢喜的道。当有对着有撒旦在攻击阮、引诱阮的时，也恳求你赏赐阮有智慧的灵、坚持的心、勇敢向前行。也互阮的一生会当成做合理使用的器皿，荣光你的名。只是阮恭敬将今仔日的一切敬拜，完全的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一切拢来尊重你，一切拢来荣耀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今仔日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50篇，也是以赛亚书第61章。启用文第50篇，至高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錫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这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这是咱要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语。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则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7节。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用什么互伊咸？后来无路用，不过下伫外面，互人吞塔拿定。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微微温密。第15节：无人点灯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骗着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阳光，互恁伫天年的病。第17节，无得拍算我来是要废无律法，也是先知。我来毋是要废无，是要应验。以上。
这是咱三角内金句的龙读。咱今仔日所要龙读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4节。伫咱音幕顶悬有咱三角内启用，咱三角内读第5章第13节。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用什么互伊咸？后来无路用，不过迄伫外面，互人吞塌若定。第14节。恁是世间的光，徛起伫山顶，袂会温密。以上，这是学乐。先我对今仔日所要学乐的诗歌是《哈利路亚》阳光歌声。讲到今仔日谢洪文老师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光甲盐。好，兄弟姊妹平安。会记得我顶家来讲啥物无？福音是上帝大权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吼。所以的确，伫咱的性命内，我毋知咱听过是安那，可能是知影福音是上帝大权能，这权能那药安尼崩哦，足大足有气力的吼，像烟花呢，射拍嘛有像原子弹迄个大粒吼。啊，讲到原子弹，咱就知影华联最近发生这件代志。我拄为美国落无人机的时阵，哇！就听到这个消息，老实讲，这个消息对 no news is good news， 无消息拢好消息，有这个消息心里足紧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就知，我就做无用。为什么会无用？因为阮就是因为地动，我就甲上帝祈祷，救伊的时阵吼，阮有做一台真大台车，30吨的车，而遐走500场。500场，走500场了后呢，我就发觉讲，阮带足侪人来信主吼。的确伫安尼走的过程中间，就无看到人的心，得到福音了有真大的改变。啊，过来咧，我尾仔无偌久，阮就搁做另外一台小台车，3.5吨的，伫夜市啊报道，阮走800场。阮走800场，这800场，我想咱台湾的教会，台湾的夜市啊，我应该走了去啊。有他走2道，早3道。伫个过程中间内底，我嘛看到人信主，所以1999年到2011年，阮一日头带3000多个人国籍，一年哦，拢未信者，毋是像咱一人者，我伫外口的吼，阮差不多带3500人国籍。甲搭
我就想讲上帝要安怎引带啊，结果嘛是上帝真互阮真稳定，阮得去做一台车吼，迄台车那会使行政的 march 会使开吼，啊，因来行，因来祝福，啊，我今仔因为时间上我无早拼起来，阮就开迄台车开始伫台湾逐搭落传录音。敢若前一阵仔，阮伫园林做工，我就发觉讲，感谢上帝，为虾米？因为你看你游行的过程中间内面拢是庙嘛，总是即马有一个无共款的选择，甚至我安尼讲，应该游行伫基督徒来讲，应该是真正常。因为你若小可了解咱长老教会背教运动，伫200间教会开始整顿的过程中间内面。足侪有伫外口的工课咧做吼，因为我知影高俊明牧师伊就是安尼咧做，所以引出足侪人来信主，甚至于福音传到街头含尾去。啊，阮做即台车本来就安尼吼，就是要安尼做。啊，知影即个地动了，我心内是真累志啦。为什么？因为即个代志对咱拢无好吼。拄我开始要规划要去花莲的时阵，阮的车顶的器材拢有偷去伊，全部偷去去。上新的吼，上新的物件偷起，啊，讲安那，我就是讲啊，上帝啊，难过一下就好啦。吼，为什么？因为头前的路真长，我讲上帝求你帮助阮，互阮越挫越勇。因为咱若上帝若要做工，我想魔鬼嘛伫遐休困啦，就是发觉我相信是魔鬼看阮安尼做甲会较即声做落吼，佫有影响，所以伊就为阮重要器材搬了。啊，总是啊，我有照阮的 CD 来求上帝，那来感动兄弟姊妹，你著甲自由放下家己去。吼，阮来求上帝，互阮能够较紧目的这款。因为阮2月，阮就开始要服侍，我望3月、4月、5月，拢会使伫花莲伫遐服侍。吼，所以求上帝，互咱有机会，无法度去到花莲迄个所在人，你著使有阮祈祷，互阮伫遐所做的工，佫较侪人，互上帝安慰蒙着，互上帝疼痛蒙着，佫感受上帝的疼。阿免。吼，甲你隔壁人讲，咱就是要来帮助即个社会愈来愈捌上，愈认捌上帝。较长吼，来，嘿，来讲一个。哦 ，OK。咱就咱读迄段圣经内面，我有真简单做一个箴言，这是一个盐无味、光未倒的世代。为什么我安尼讲呢？因为老实讲，根据一个2年前一个统计，台湾宗教这方面，伫台湾所带来影响力。人讲啊，主席吼，若为台湾来克掉，哦，台湾的大地动。佛光山若克掉，台湾嘛大地动，因为因的信徒拢过600万人啊。圣严克掉，台湾的地动。啊，一个我真兴趣的种啊，教会咧，教会为台湾克掉，无代志。这毋是我讲的。我看了这个，我当然嘛是抗议。啊，毋过兄弟姊妹，咱来思考看觅，为什么基督徒、基督教会离咱台湾150年？照你讲，应该影响力足大，对毋对？是毋是？你插我毋插我？回答我一个，对毋对？对嘛？你讲台湾第一间病院送去的教会嘛？你看台湾下校送去的教会嘛？啊，为什么你150年了，到现代人看咱教会普普？你敢听我意思？看咱普普，那奇怪咧。求处理，你在做这个调查，为什么遐尼讲？伊讲歹势吼，因内面回答我讲有影的啦。恁有做啥代志？啊，咱台湾拢教会拢离婚，做倒手做，正手毋知影，有无？嘿，咱倒手做，正手毋知影，正手做，倒手毋知影，阮咧做啥你嘛毋知影？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因为咱真理啊，你甲咱讲，咱的内准咱是安尼，的确咱伫社会内面影响力少少，甚至甲一个程度。我最近参加内湖，莫讲到一间教会牧师个约着50周年哦，宣告礼拜。阮去的时阵，因教会2楼，我伫1楼食早顿，啊食早顿，我等下要去教会，我讲啊阿送，你敢知咱教会有活动？伊讲教会咧创啥？我讲阿送你遐偌久啊？20年啊，即阮兜啊。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人无了解教会，毋是咱无好，咱无足少团，甚至咱的厝头尾，佫毋知咱咧创啥，你敢知影？啊，礼拜日突然就无看伊啊。有当时啊，下晡较无闲，下晡转来，阿姨啊，你去倒？教会创啥？袂晓讲，你来就知啦。所以拢有咧责任拢交还咱牧师。你要看牧师即马加足正哟。兄弟姊妹。咱有当受到咱无影响，所以你甲看社会袂看到教会所做的工。我求上帝帮助你，帮助阮，咱的死若无影响别人，别人就影响咱，你同意吗？
你同意？兄弟姊妹，你的性命若要影响别人，别人就影响你。你请你回答我，你坐电视看电视，是电视影响你，还是你影响电视？兄弟姊妹，咱就发觉咱看网络，网络你爱他错的来咩？你互影响还是伊影响你啊？伊影响你啊！所以你会发觉基督徒即摆声愈来愈少，有啦有声啦，毋是无声，总是你会发觉少少。为什么安尼？咱来思考。为什么？因为咱的环境甲现实的痛苦指数已经在增加，这种增加已经淹没基督徒，而且所做真好的工课。兄弟姊妹，社会愈来愈痛苦，你有责任就回答我，你有责任就有啊。前一阵啊，我拄去美国服侍，所以我小可有时差吼。我来讲较困意，你毋惊，牧师赶紧甲我扶起来吼。兄弟姊妹，我看了一个影片，我感触真深。有一个牧师，伊受聘你一间教会，差不多5、6千人的教会去就任。去就任的时阵，这个牧师真古锥，装做 homeless。你敢知 homeless？ 就是迄个无厝通住 homeless。装这个样啦，吹好，坐伫教会头前。开始聚会的时阵，伊就入去教会。这个牧师咧，因为真甲安尼吼，伊就行喺头前坐头前的时阵，你敢知影？交代人啊，讲遐这位先生歹势吼，这毋是这牧师，这牧师坐，请去后壁坐。伊就呆就徛起来，就是走去后壁坐。走后壁坐的时阵，伊拢个握手嘛，吼，回到签握手，无人要甲握手。无人要甲握手，为什么？伊就 homeless 来打扮，迄个无人照你讲，迄即摆教会无定，就有人甲挡伫门口口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咧宣布伫遐不讲哦，兄弟姊妹祝快乐，来即摆欢迎咱的主任牧师来讲几句话，迄个人就徛起来，行喺头前，大家拢讲伊，行来头前一起来讲，其实伫教会内里无需要聚会，需要聚会以及督导。你敢听我意思？这是我翻的吼。教会内面足侪人无毋对，啊，毋过伫教会内面需要真实的基督徒。伊安尼讲了，兄弟姊妹，我毋知你安怎，我家己反省，我是毋是教会内面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只聚会的信徒尔？所以兄弟姊妹，即摆环境甲咱影响到一个程度，连咱的价值观吼，拢建立啥物？外口的顶悬。外口的顶悬，物质顶悬，知识顶悬。兄弟姊妹，我最近拄一个妈妈，外心职，伊无读册，以前是咧卖便当的。啊，毋过你敢知伊关心过这受刑人，伫台湾摕世界好人好事代表。啊，毋过你敢知我介意去吼，介意去一间教会，人看到我来甲握手，我歹势，我掂我握手，我当然握手，我戆啊，你看大箍就呆嘛，对毋对？看面就知，握手。我怎袂记一个？即阮即个边仔即个妇人人较是讲员的，哇，多谢赵老师来阮中间，我就讲，今仔我毋是讲员，我是开车载来，这是阮干妈咧。嘿，我本来讲啊，咱迄个真丽，迄个庄丽欣姐妹，毋知有来无？而且足久啊，无人要插伊啊。兄弟姊妹，为什么？伊看来有假心美容，像咱即对姊妹安尼尔。你啦，嘿啦，像你安尼啦，足古锥啦。就一日一直去哩，讲歹势，我无读啥册，吼，伊直咧讲我无读啥册，啊，毋过我有生命内面有足侪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我迄阵目屎差不多要练出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拢会看会到的，咱无爱做迄个看袂到的，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价值观嘛是安尼啊。我若一个博士吼，我无啥共款哦，你敢知我的意思？我若两个博士吼。我头壳是安尼讲道，你敢知？啊，我若使博士，我会使用视讯，你敢知？我连看都免看，为什么？安尼叫你真教。耶稣是啥物款？耶稣是一个木匠而已啊！兄弟姊妹，你的信仰建立伫啥物所在？第三种，为什么盐无味，光袂倒？因为咱的理想、咱的意向、咱的理想已经毋是真做，咱即马活会坚固。我讲一个真简单。高俊牧师亲口甲我讲安怎？讲阮以前开拓教会时阵，阮所讲的议题，甲兄弟姊妹所讲的议题，就是讲牧师啊，我即摆参与几间教会咧服侍，我参与几间教会咧开拓。牧师甲牧师中间讲的，毋是讲即间厝、迄间厝。吼，即摆台湾的教会拢利用讲我即摆起偌大间啦。
教会起偌大间，迄出阵讲义地拢讲啊，你即摆开拓几间教会？阮教会最近叫要开拓啥？阮10年要开拓啥？迄个台中一个柳园教会，咱捌听过嘛？兄弟姊妹，咱的议题拢互生活影响伊啊。理想伫啥物所在？我捌一个咱长老教会一个青的牧师，伫咱即个所在。我捌伊的时阵，伊足热情。为什么热情？讲台湾长老教会伫真卡拢有教会，这是台湾无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台湾长老教会愿意学习耶稣基督，行去需要的所在。所以我看到甲点头。我要讲是啥物人？为什么？这么好的年轻人，咱来甲尊敬。过10年了，伊嘛换头路，咪换头路换所在。我讲，哎，你开莫咪开，为什么换头路换所在？兄弟姊妹，为什么？伊囡仔大汉啊，生活伊嘛爱低头。理想伫啥物所在？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理想，若放弃，咱教会存在意义就无去啊。兄弟姊妹，咱教会理想是啥物款？原理的国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兄弟姊妹，咱看袂到天顶，总是地面上的教会换出天顶的样式。咱看袂到耶稣，耶稣伫倒落。我顶下讲过啊，你个现我袂要紧，我搁复习一届。耶稣伫倒？耶稣伫啥？大兵当牧师讲，看我就知啦，看我就知。为什么？耶稣伫倒落？看我就知。甲你隔壁人讲，耶稣伫倒落？你甲问，啊，你甲回答，看我就知。所以基督徒到底有影响力无？基督徒的影响力，敢讲是咱离开这个世界较显明出来？我无相信。基督徒的影响力，借着你，借着我，要成做这个世间真有权能、真有影响力，甚至到一个程度，人看到咱，就为荣耀归于上帝。阿免。我讲一个我小小的见证，我拄着我的老师林怀民，你捌听过无？林怀民，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我有机会甲伊做伙同事，迄阵我另外咧教册。我甲伊同事的时阵，伊足看袂起基督徒。歹势吼，我对号入座，我拄基督徒，大概食饭拢爱祈祷。伊若看我祈祷的时阵，拢有一样故意敲足大声，往旁边挪一点点。你敢知我的意思？吼，挪一点点，不。迄个无，毋是干咱即边，搁一个人，甲赖声川足好的朋友，赖声川的好朋友兼伊的上司，嘛为即边煞，拄我中坐伫遐。啊，我一个少年囡仔拄着这长辈安尼，你想我会安怎？我会做歹势呗？无，不是刚刚好，我连理他们都比他，因为我祷告这个比他们2个还大。我祈祷了尔，我讲老师，我觉得基督徒不像你们想的这样子。可能有些基督徒像你们讲的那样子，但是有些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就甲边这个汪启明老师讲一个真，伊已经袂记一个故事。阮上课的时阵，我迄阵读国立艺术学院，伊讲你这学音乐的吼，大家拢笨死。为什么？敢若要食毋讨趁啊？因讲安尼啦，迄真是安尼讲足粗鲁的哦。啊，当然是讲华语啦。我举手讲歹势，老师，你讲我无同意。你啥物人请坐落？我歹势，我一定要回答，因为你这话吼上我足深的。我举手，尾讲你讲，我讲歹势，老师你讲可能有可能，按过我认为，阮学音乐的毋是安尼，阮是有理想、有奋斗、有认真的一群音乐专家。我安尼甲讲，你叫啥名？我叫谢宏文，啊无你要安怎？我前捌佚佗过，无你要安怎？所以兄弟姊妹，我讲了，伊叫我坐落来，无偌久，我哪甲伊坐倒？为什么教育部办迄个青王团的时候，我嘛去做老师，伊嘛是老师，所以咱爸大，我管你大我30岁、20岁。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真做基督徒，要有好影响力，阿免。尾仔去外国比赛，89个国家，我甲林怀民编的音乐就第1名。笑我这汉子仔囝无较拽吼，你是毋捌尝过我的滋味吗？尾仔阮音乐编的89个国家得第2名音乐奖，所以兄弟姊妹，影响力毋是用讲的，是用画的，你画出来袂？
咱若活袂出来，求上帝帮助咱，阿们。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咧超出一群敬畏上帝的人，无爱世界，无要享受罪中之乐，无咧贪虚华荣耀的百姓，你敢是安尼款的人？请问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请举手。牧师，我要落台啊，谢谢。后人安尼拢无要插我，恁这拢反应较慢，可能讲到1点钟较反应，我早恁较开始讨论。兄弟姊妹，求上咱加做一群是敬畏上帝、听人、敬畏上帝的一群子民，阿免。所以兄弟姊妹啊，求上帝来使用咱，我说袂晓起哦。基督徒有3种哦，咱的盐的性命有3种特质，第一种就是好味，味好。我捌足济，我即届去美国拄一个米其林2星的主厨，你敢知影？伊讲这食材拢是真焦长，无需要加什么物件，除了一种物件，伊一定爱放盐。嘿，迄奇怪咧！你无要淋什么有诶无诶？盐就是盐。所以足济物件，上帝所创造种真好，照着盐味就无共款。第二种盐有啥物功能？会使调和啦。调和，不管是蚵仔，你也是番薯，有一寡盐就调和起来。徛伫台湾这个土地人，拢是台湾人，你同意吗？所以兄弟姊妹，政客会分番薯、分蚵仔，对咱来讲，你教会内面，毋是干那1色、暗2色、5色，你彩色的对毋对？是毋是？咱什么款的人拢应该接纳。咱袂使讲啊，这个人安尼，我袂爱。前一阵啊，咧多元法案，我讲基本上，这同性的朋友、甲教会异性的朋友拢是共款。为什么我安尼讲？袂使后白来嘛，是毋是？对毋对？你讲啊，同性的人你莫甲贴标签，异性的人嘛，真是乱来，对毋对？所以基本上，咱若无尊重，教会就乱嘛，是毋是？教会讲我这是对，你这毋对，啥物对，拢是罪人啦，上对。听我的意思吗？所以咱需要调和，啥物人调和？我后壁即个调和啦。所以牧师讲的，恁就爱听哈。为什么调和了，教会就显出上帝的恩美？第3种，我袂记写，袂记写消毒。教会盐足有消毒的功能，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性命是盐的性命，你同意吗？甲你隔壁人讲，咱的性命食做盐。第二，咱的性命亲像光。为什么呢？约翰福音第1章5节讲，光照入黑暗，黑暗却无要接受光。除非人无要接受上帝的光，所以若要接受，我就相信上帝会伫咱的性命加做帮助。你同意吗？光有3种功能，第一种伊的光，伊看会到啦，伊看会到。兄弟姊妹，咱若准照伊咧灯台远下底咧看无啦，咱咧摕出来。我一摆外心节去节门食物件，时拢爱祈祷，对毋对？啊，2道呢？还食访问祈祷，我讲也要祈祷，好来祈祷，我就徛起来。迄天差不多厦门迄餐厅才20外度，好来啊，咱领受上帝祝福，亲爱上帝感谢你，使阮食，使阮穿，使阮大家食啊真欢喜。即件生意，我就祈祷安尼祈祷了，奉耶稣的名，阿门。全部的桌啊，全部桌啊，大家拍破啊，好，看安尼奇怪，啊食饭就食饭啊，兄弟姊妹，咱食饭拢点点。我前家己咧肉中华肉丸看一个咧祈祷安尼，祈祷就好啊，认真祈祷就啊东张西望，奇怪，兄弟姊妹，咱若性命若无光淡要来看得到。第二，咱要有热量。你敢知我信耶稣要40年，我差不多30年，我以前的教会，阮牧师无很多牧师对着讲，访问你拢无改变，我无啊，因为互你影响的啊。我迄阵要去做要读新学语，伊讲你莫读新学语，你用英语报道，我讲你害啊！害我即摆做到即摆，吼，这嫌足忝，你敢知？我牧师讲安尼辛苦啦，辛苦啦！我听你讲辛苦，我心内偌感恩，为什么呢？这是我的牧师，一辈子的牧师。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牧师讲的话吼，你听啊气插，有当时这个都怎么讲？忠言逆耳啊，是毋是？吼，有当时啊，咱就要有迄个求上帝，互咱真谦卑。咱也有力量，咱也有影响力。到即摆有一个听，我嘛是讲，奇怪，我30几年吼，才是信耶稣30几年，我拢无啥变，你敢知？人讲我是臭火大的基督徒啦。什么叫臭火大？火热甲烧甲一个程度变臭火大，30多年无改变。那安尼，我是甲恁无共款着。难道我不用上厕所？难道我不用吃饭？拢爱呢？
啊，毋过兄弟姊妹，伫我内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贝。我甲上帝讲，问我甲见你的面的时阵，我还是这个样子。你要安怎活，决定你的态度。你若凊彩活，你的态度就凊彩出来。你若认真活，上帝互你活真精彩，毋是偌大，毋是偌细，是你的内面有一个真宝贝，互人看到。第三种，基督徒若是光，就有影响力。你可能无法度像电视安尼影响别人，你的厝边头尾，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戚，有法度影响无？有法度无？有法度无？较大声的啦！我要落台啊！有啦，兄弟姊妹，我第一个带信主是我阿公，73岁阿公去一间庙高雄，为伊拜师头的。你甲看，我即个囡仔靠多信耶稣，无快带我阿公信耶稣，因为阮教会牧师甲我讲一个道理，叫我爱好好认真传福音。我就讲，人讲青马有物件穿，我是牛啦。我是牛毋对，青马有物件穿，我就真实一个团。我的同学，大家看到我阿婆人讲，我的朋友看到我阿婆人讲，我的阿公中风倒伫门床顶走袂去啊，所以我传福音无伊，伊就信耶稣。我阿公信耶稣，尾啊我会剩足侪人信耶稣。我阿公离要29暝，像即摆要过年，伊离阮阿叔、阮阿姑面前讲安尼，我食跳钟。长受洗，才做基督徒。对当开始，阮食教无要拜拜。我阁永远会记安尼讲，当然是歪嘴，是我无清楚。兄弟姊妹，伫我的内面，我看到上帝伫我的生命内面做真大的改变。我愿意为什么安尼做？因为我要回应上帝。你嘛要回应上帝，阿免。甲你隔壁人讲，咱一生拢要回应上帝。第三，基督徒的性命是有荣耀上帝的性命。咱爱像咱即个性命绝对毋通甲扛起来是鸵鸟安尼。哦，危险，大落，你会使大落无毋对，啊，毋过你尻川翘咧。鸵鸟恁敢知？头大，啊，尻川翘悬，兄弟姊妹，这毋是上帝爱咱活的。咱一定伫咱的生活内面，爱对上帝的性命活出来。要活就活得很精彩，不然就不要。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兄弟姊妹，你咱生命，那么我楚啊！叫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捌一个癌症4期的姊妹，你敢知拄着人就传福音去病院做化疗的时阵，大家看到拢大姐。为什么大姐？毋捌人看过一个癌症4期的人，看到人个会笑。他们无伊啊，看到人讲平安，耶稣要因带你。兄弟姊妹，我若看到基督徒了，哎呦，上帝啊，牧师啊，我遮听，甲我祈祷，啊，我听哦，实在是，为什么上帝好遐听？你除了这种活出来态度以外，你有想到讲上帝要借这个病、借这个困难，显明上帝的应调无？你敢听我的意思？我敢会受激动？袂啦吼！求上帝帮助你，帮助阮，互咱活出来，光照伫人的头前。你白白拄着3点半，伊特别拄着3点半，你啊挨爸叫母拄着3点半，上帝叫你好好智慧。代志过了，我昨仔听一个见证，一个姊妹讲迄斗工程2000多万，要去到生钱。伊讲上帝啊，求你好好有真好愿望，因为这我无法度2000多万要到生钱。因为这工程本来有一笔钱要入来，无入来，我这笔钱要处理，啊无钱。伊讲安怎？我干了听候祈祷点。伊讲点这2字，我真感动。点，伊就点。兄弟姊妹，当咱点的时阵，上帝就开始做工啊啦。伊就经着上帝伫伊头前的路，安那开路，借着别个厂商，过年要到啊，拄好拨一笔钱因，因拄好有钱来捧，甚至钱还了。伊个投资这个物件的过程中间，伊讲我看到，我安那所算，安那计划。想袂到上帝比我所做的较好。哦，恁敢捌经历上帝替恁做代志的喜乐？敢捌？有当时咱做工做10项，收2项；上帝做工，咱做2项，上帝做10项。安尼偌爽，你敢知？安尼有好无？我就想讲啊，上帝啊，你较我做2担当的代志，迄拢是上帝要互我经历伊的真实的一个足好的过程。信仰是要经历的呢。信仰若无法度经历，啊，这个信仰是要创啥？你著包伫厝倒啊，看电视就好啊。第二个，
显明上重要有好行为出来。为什么有好行为？因为咱要回应上帝。第三种，我感觉基督徒真困难，就是咱爱学习归荣耀于上帝。歹势吼，我要去北港团队，我看到遐个人比咱较虔诚。为什么？感谢佛祖、妈祖啦，吼！为什么？感谢妈祖，根本迄个我都无啥，我无咧批评。我想讲，人都会感谢，我就想，奇怪咧，咱有当时伫人个面前袂晓为荣耀归于上帝，咱袂晓，咱拢点有无？啊！你做啊真好，够的啊！吼，我毋知你这够点，为啥点？即个时阵袂使重点，你应该讲感谢上帝是上帝所做的。甲你隔壁人讲，每一工稳定拢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兄弟姊妹，我这讨论，这互恁甲讨论，无讨论就准煞。兄弟姊妹，伫咱生活内面，求上帝帮助你，帮助我。我毋是干咧台湾安尼做，我伫中国的缅甸啊，外邦兄弟姊妹，我今年要去北岛，咱人咧讲啊，台湾人啊，尤其咱踮咧教会，拢做这咧做国外的宣教。我甲上帝讲，3年前我甲上帝讲，这对阮来讲是真大，讲听了这个话真大侮辱。咱已经150年啊，咱较无法度去外国宣教。以前的宣教师来到台湾，马介遮兰大卫来到台湾来甲你服侍，咱应该向福音的坐啊，阿免。所以我甲上帝讲，我即个少年囡仔，我昨有一个呆一个医生甲我讲，哦，你真好打呢，讲啥物好打？伊看到我做的代志了，因为讲要知我要做啥，我就传互伊看，讲有影无影，你靠迄熬，我无熬啊，我哪有熬？我就找人斗做啊，我靠迄熬。所以到兄弟姊妹，我去外国帮助咱的时阵，我看到真水，上帝伫阮所做的代志，看到咱嘛爱向福音的坐。台湾人应该是站出来，那个什么是辣椒虽然辣吼，有当时细看个愈辣。台湾谢谢啊，对不对？我们如果有辣椒，像辣椒那么辣，兄弟姊妹，咱无一定爱大啦，了解吗？让我们发挥辣椒的精神，互台湾食这咸鸡啊安尼，影响全世界。介起码伫基督徒内面，你敢知影？外邦遐的兄弟姊妹甲我讲，你简直来当行政院长啦！说我啦，为什么？也要排医疗，还是排农业，佮甚至找投资，啊，即个代志，我家己去教兄弟姊妹。我即马5年中间要做20条外邦的歌，因后摆唱的歌，就是咱即摆新生是安尼。你敢知我意思？兄弟姊妹，你要影响别人，别人就影响你。你要做倒一款，咱三甲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真做影响别人的人，而且是好的影响。所以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学习，亲像你做你的学生。愿上帝的恩典满满伫咱的兄弟姊妹身上，互阮每一天有恩典通所算，互阮每一天有恩典来分享，得较人看到，就将荣耀归乎你。恳求上帝继续赐福阮的教会牧师中职。正做中华地区，甚至台湾这块土地的祝福，感谢你，听阮动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影风台，永恬安稳所在，请咱起立吟全首。Hallelujah.
请坐。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听。若假使有人要为着花莲，请你做一个注明，为花莲地动。请咱起立，因奉献的时光。请坐，这是请牧师报告甲介绍。我即句毋知会当请谢老师搁一摆来徛当我边啊无？恁看阮两个啥人较古水？阮两个年龄相仿，但是我已经做阿公啊，伊也袂。我个做爸爸尔。伊佫差种远诶，伊即摆也佫有创作力，也佫有生产力。伊也佫有一个真细汉诶囡仔，佫有一个唐诗珍诶囡仔吧。哎，对，4岁。阮两个年龄相仿，恁会当看到我是行教会制度内的牧者的路线。伊互我真尊敬是，伊会当有100个理由，用伊的音乐伫台湾、伫国际真好真好的音乐家，伊会当行迄条路。伊会当伫国家的音乐厅，伊会当行迄条路，但是伊拢放弃。伊即马逐个月无固定的社礼，无固定的收入，逐个月带伊的音乐团，逐所在去咧报道传福音。你有听到伊的讲道，甲我无共无？因为我是行教会内，所以我有一套教会内讲道的方式。伊这是菜市仔的牧师，所以伫菜市仔面对菜市仔面对外口，一般的牧师袂晓讲道。因为讲的道理无人听有，这是菜市仔的牧师，逐个人爱听伊讲，袂爱听我讲，安知无？所以我讲，咱伫咧讲什么叫做上帝国？上帝国伊有足侪无共款的面向，爱伊去选择迄个比较较歹行、甲无人爱行的路，然后互家己的生活、互家己的家庭。我讲的伊会当有100个理由。
因为囡仔细汉，伊个囡仔佫有问题，伊佫是遮尔优秀，但是伊拢放弃，伊就要行耶稣行的路。你看我穿飘撇的西装，伊穿这菜市仔衫，留意一套50几万的音响，拢新的才买尔，全部给搬了。所以迄个人原来真捌会，迄个人足捌会，马上转更了，瞬间尔。所以咱甲伊拍一个扑克咧，好无？我望永福的社会中级会当永稳牧师做这样代志。真侪时阵，我会邀请我心内所敬爱的人来到咱遮。要讲的一项是，王进财牧师，我会尊重干那伫一小部分，上帝互我恩典一小部分，我会请真侪比我搁较优秀的人去补其他的比我较好的。然后上帝阁会当开开，互咱的兄弟当看到阁较侪面，因为上帝实在是奥妙大甲咱无法度通好理解。上帝伫逐所在用带伊的百姓行对无共款的路去，伊拢伫咧做真水的见证。所以若确实会当，我望咱的教会会当稳准，咱来讨论一项，敢有可能因为报道团甲伊的家庭。安尼伫外口咧走总，咱的教会当甲伊的事工连结，咱的教会当甲伊的事工连结，互因伫外口咧做工搁较有力。我想咱会当吼，所以若有人会当为着因关心，为着伊遮个器材奉献请咱拢无客气有一个磐石的音乐宣教团队，这拢会当伫咱的电脑、网络，你拢会当。找到即个因有真好的音乐OK， 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今仔日较冷吼所以咱有一寡人都无出来吼。即礼拜是过年啦，咱甲咱身边的人互相祝一个新年咧，好毋好？祝你新年快乐大家互相祝一个新年咧哦，拜托会记咧哦。迄个29暝，咱难得你的厝内的人，逐个人倒转来。29暝除了要食饭，有的人是食饭前，有的人食饭了后，团圆前、团圆了后，逐个人只个才有一个灵修家庭的人祈祷然后互相分享。当家属拢转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请你毋通袂记得上要紧是带你的家庭来敬拜上帝、讹罗上帝。逐个人恭喜过来，旧年一年感谢上帝引带，逐个人有啥物感恩？过来一年，逐个人有啥物梦想？拢是为着上帝百姓，搁较有影响力，搁较有见证。你的囝、你的家庭，若要搁较有见证，你的家庭就会哪来哪水，吼！爱诚侪有见证的，咱真多谢今仔日的信息。所以咱正月初一伫即个遮，正月初一带你所有的人，我直直咧强调，毋通互外围转来的人甲你拖踮厝内，都爱你家己带领你厝内的人家族拢来做礼拜，因为即个爱甲一年伫年头，咱真正爱来归荣光上帝见上帝的面。所以29暝爱做礼拜，正月初一，拜五的早起，咱伫遮有啥物？清谢礼拜哦，咱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哦。所以伫即个过年的期间，咱办公室有一寡迄个安排，请咱注意看周报。为着我想，咱有一项是即摆地动，有一寡人真有疼心，感谢主。但是我要讲一项是，咱长老教会咧做，甲以前的、甲其他的人咧做无啥共款。特别甲一个单位叫做主祭的人无共款。主祭的人逐摆拢是爱迄个录影机插伫遐，插伫遐，你知影讲，迄个拢爱迄个一分钟爱偌济钱。那主祭甲人无互因的钱，因客伫遐，然后当佫去面佫较济。
咱长老教会一摆过一摆，是因伫咧拜托，讲长老教会恁做遐侪代志，恁敢无爱报者？但是恁若报者1分钟偌侪钱，阮讲咱长老教会讲毋免。若是都爱报道阮的做遮的工，都爱搁报道都爱搁1分钟偌侪钱。阮甲阮无的钱拢摕伫做工，无要摕伫这。这是为虾米？咱拢爱真小心，因为咱台湾的社会95%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因真够传因的物件来咱的群组，咱都搁直直送出去。留意爱真小心，主席就一摆搁一摆通过这，因做淡薄啊，吸因足侪钱；做淡薄啊，吸因足侪钱。所以主席直直壮大，然后甲钱直直摕逐所在咧投资。这个是做淡薄啊好事，吸着足侪钱。这个叫做借用宗教的名伫咧敛财。长老教会，包括921了，包括一寡遮，咱拢真侪工作站，咱直直做到遐，咱无人知影遮个代志。比如讲即边，咱评估了后，咱感觉遮个台湾的钱、政府的钱、民间企业的钱、好心的人的钱，去到遐，干那要分互即个少数区域规划的灾民，迄个钱已经伤济啊。所以咱长老教会都无发动即个，但是有若有人寄的，咱都原来转过，但是咱伫遮咱已经无鼓励。咱伫第一时间评估了，总会调30个水电工人，所以这30个水电工人伫逐所在伫花莲遐，若有人地动、水电歹去东西，咱遮个人就是义务去甲因做遮个修缮，然后去遮做安顿，然后咱原来有一寡有几个安顿的所在。所以，这个报互咱知是，咱伫信仰的顶面，无要用人民的苦难伫咧做敛财的工具。所以，咱一步一步，咱拢有咱的真要紧的评估，这报咱知。今仔日咧，若假使因为有真侪人拢真热心伫咧问，啊，遮个咱总会有账号，拢会全对遐过，吼。啊，这个报咱知哦，吼。咱伫过来遮个时间的顶面，咱等下礼拜煞圣约学院课程煞，咱12点有要开迄个金陵的即个迄个关怀协会理监事会，所以请遮个理监事12点到阵，咱伫7楼开会食便当。遮有一寡礼拜。要紧是2月25，咱有要洗礼圣餐，所以为着这个咧祈祷，伫你的中集伫你的团契的中间，伫你的家庭的中间，若有一寡人需要信仰的培育的，请报应紧甲办公室小报名。这礼拜拜2、拜3，后礼拜拜3咱上课，然后拜6咱问道理。消费者有一寡议定请咱家己看。1楼的无障碍空间，这礼拜就会做好。愿上帝保守咱，伫遮尔寒冷的天气，会记得你家己顾好，嘛爱斗关心你迄组的人，你迄组的人，若有人欠安，我想逐个人互相拢拍一个电话，因为即个天气咧变化，望上帝保守咱。我想遮有真侪遮个活动，请咱家己看，伫祈祷的内面互相关心。以上报告，多谢。好，伫遮补充报告一项，就是咱谢宏文老师伊今仔有炸一寡音乐 CD， 伫咱的1楼也欢迎咱的兄弟当自由来奉献。这是咱的因圣诗第519首，为即块土地，阮诚心祈祷；为即块土地，阮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讲全地遍照。为即个城市，阮谦卑恳求，愿主赐活命，互阮骨力得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台湾社会国家虽然真可爱，但是这个土地也阁有真侪的哀伤甲惊吓。上帝的百姓，你着出去，真做惊吓的人的安慰甲愿望，互上帝的平安，上帝要互人的各种的恩典，通过你临到遐个惊吓的百姓。台湾的社会有真侪不公不平不义的所在，上帝的百姓，你着欢喜，诚做一个受册的人，到伫迄个所在，无论你的工作、你的学校、你的家庭、你的社区，会当因为你的存在变做，搁较互上帝欢喜，搁较适合人徛起。着出去，着勇敢壮胆见证，将上帝的听、上帝国的公义和平、上帝国要享受互人的平安甲喜乐，通过你传到这世间的逐角落，因为你是光，你是盐，你是耶稣基督的好学生。愿三位一体的上帝甲你相同行到对这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哈利路亚。请坐，别倒。等下有圣经课程，上帝赐福你。你是不是自己伫伫遮？啊，那个我的，拜拜。